我就说你很聪明，你很有学问呢。这是当然的啦，难道我没学问吗？那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？能不能尽管问，尽管问？那就是我们人是从哪里来的呀？废话，你不就是你妈妈生的吗？我是我妈妈生的没错，但是我妈妈又是从哪里来的呀？你妈妈的妈妈，你妈不就是你妈妈的妈妈生出来的吗？我妈妈的确是我妈妈的妈妈生出来的，但是我妈妈的妈妈又是怎么来的？你真是很爱明知故问哎！你妈妈的妈妈不就是你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生的吗？哎呀，怎么问你才懂嘛？这样好了，我妈妈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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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妈是怎么来的？这还要问？不是一样的意思吗？你妈妈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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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妈，不就是你妈妈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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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妈生的吗？哦，好吧，我懂了。我的意思是，人的根本根底第一个人怎么出来的？告诉我 ，tell me。这个我的问题我也没有想过哎。我想想看，第一个人我想到一件事情了。我记得圣经中有提到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，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，无言无语，也无声音可听。他的亮带通遍天下，他的言语传到地极。我想，既然上帝这么有全能，权柄也如此高，如此大，对他而言，创造人类应该不是一件难事。有道理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那我也想要再学多一点嘞。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，上帝是怎么详细的创造天地万物，还有我们人类呢？这个也问倒我了。我想想看。我想到了，我又想到了。我知道迦南教会组织学的小朋友都非常聪明哦，说不定他们知道答案嘞。好，那现在呢，就让我们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迦南教会组织学的小朋友告诉我们，上帝是怎么创造天地万物的吧。练很大。